乡亲好，欢迎收看出面台会，我是王小琪。我俩下呢系到故乡六桂嘅部落，乡亲朋友可能我后背嘅后爸呢就是罗农海。98年88莫拉克风采嘅时节，两片冬天受到动态嘅损毁系种采起。不过两安度年内经过非常安大病，两片已经渐渐准备好了哦。所以呢，两冬天动有机票性嘅发动罗农海嘅繁久，今年系到天一年内重新复航哦。也系代表到提防7年内记得到观光产业方面嘅新稿发表。今日出面大会内到冬天都会朝财体嘅向进，还有观光嘅业者，叫下对劳工部门探讨，就两片嘅观光产业用做到很较好、很较完整。你哋下眼皮去到开会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好，欢迎大家来下呢，到来到你开会讨论嘅现场，两片系部落哦，吼，真经非常非常安静。两天是有动好，到两个树荫大下吼，大家坐到脚下来关心，你了贵，你部落几多负债了后，佢嘅新进展，还有未来嘅发展。杨皮为大家十个来宾，提为为大家要强到呢，系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简庆发，简处长早安。主持人、各位贵宾，还有在地的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早安。好，欢迎处长。第二位来宾呢，我们介绍到是高雄市的观光局副局长叶欣雅，叶副局长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在场的贵宾以及我们六龟地区的乡亲，大家好，谢谢你，欢迎你来。第三位来宾，我们介绍是屏东领管处的副处长许碧如，许副处长。主持人好，以及各位乡亲，大家好。副处长你好，欢迎你来。那第四位来宾呢，他是相当经验丰富的旅游达人，我们介绍是高雄市旅行工会的理事宋文兰，宋小姐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你，今天他会跟我们分享很多怎么样玩宝来玩六龟。那当然采葱，你六龟改哈嘎用庆，你宝来改用庆，我们在地的业者朋友，我们在地的居民，大家好，大家早安。讲到六龟哦，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时间脑海里面就想到那40多座圆筒直锥状奇山怪石的18罗汉山哈。其实呢，从六龟一路进来，有不少闻名全台湾的景点。那再往山区走，想到我们的宝来，大家想到的是温泉；看到贯穿中央的老农溪，大家想到很难忘7年以前那样子的泛舟的好风光。不过今年体今年哦，那个老农海的反旧发统景息复红了哦，他们玩的到底有多高兴呢？在这一条的这个湍急的溪流上，那些游客的笑声重新回来了，那些尘封的舟艇啊、尘封的救生衣，全部都擦亮好，准备重新开门迎客。那都见到一款吼，两条复红，两好走都用半行。一等一下准备好势，坐定9成3，欢欢喜喜的坐定数年时，地道农下夜放逐就爱出发嘞。顺定河北行、河北水以下嘅冬季，以下嘅又顺顺的，一等一下就体验味道放逐，尤其神奇，尤其出奇嘞。要挑战一下，感觉那种随波逐流的感觉，还有那湍急的那种，就是我们要释放、解放自己，这样就算是一种，可能也算极限运动吧。建议台风天之后再来，会更刺激。年轻人，你如果还是在这以后不知道，只能少呢。下班夜路线是走在我们哟，顺后面走300多公山，西江黑来走，在那种基本都要练习啊，有注意，有好到位，帮助交通。以前因为溪水比较湍急，现在因为可能拓宽，然后它的溪水就比较平稳。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率，6艘客人船搭配一个救生快艇，然后呢，我们的救生人员在去年跟今年陆陆续续去完成了水上的种种的一些救生的训练跟执照的问题也完成了。现在莫拉克风采，高雄市第6季庆祝放羊的放逐摆脱，以下嘅黄枪枪。
河巴渡方乃沙对到动力会，3万的青年总算都得在国考数年所内。88水灾之后啊，那这个我们目前开放的这个河段呢是经过这个水利署他们这边这个河段已经有经过清疏了。那我们也基于说游客安全的考量，那认为说这个河道是比较安全的。深圳调办业者是合作一个帮助公司，大家齐心协力，希望相当人类。韩国地方相关的观光业者，美梦店内会带动规个6个月发展，深圳调办业好光景。你跳下困到，那就下吼搞水搞到用喔嘿哦。看到灾前跟灾后，其实它在河段上有一些改变。透过我们这张的戏剧图，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过去呢，在风灾之前的老农溪泛舟，它的是在算是这张图，因为版面的关系，我们是放横的啦哈。其实它实际的地理状况从北到南是纵向的。那老农溪贯穿整个六龟区哦，那我们就把它摆横的来看。早期呢，在北段是从宝来2桥这里当做旧的起点，一路泛舟到新发大桥，这是在上游。那时候有19公里，因为它的波陡非常的大，落差大，所以水流湍急很刺激，所以才会号称是东南亚的 No.1， 然后东南亚第一。那不过在灾后呢，经过这样多年来的修复，不管是在贸管处地方努力的去做重建之后呢，现在开放的新的河段，让游客开放泛舟的地方，看到这里新起点其实是在我们的六龟大桥、土龙湾这里开始泛，一路到18罗汉山，这是在河段的南段下游这边，总共有12公里。那做今年这样的准备，你们在过去有花多少的时间心力一起来促成今天这件美事？我们先请地方业者的代表。那个都是无数次的实地到老龙溪去，带着快艇去巡视，都是贸管处带我们一起这样巡。那贸管处也有很多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协助我们业者，所以选这一段是目前最安全，而且最好玩的，而且贸管处很有眼光，他说这个地区18罗汉山就是代表我们六龟，所以是由这个泛舟今年的起点，以后不知道河川如果整治好的话，期待未来的政府能够整治好，我们到哪里都可以泛舟，所以任何一段我们都不排斥，但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贸管处帮我们选的这一段是能够确保我们游客安全，而且非常好玩。其实对地方的泛舟业者来讲，等了7年，老农溪总算复航，带来了一线的曙光。那从这个曙光呢，将来还是可以怎么做更多？我们把时间问题请教我们贸管处的处长哦。处长，其实老农溪这一条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都在期待它什么时候可以复航。今年的复航，你们在背后其实经过多少的运作，使了多少力啊？那我们其实坦白讲，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早期是从那个2号桥一直到到新发桥这一段，其实那一段它的河道是比较湍急，是比较刺激，没有错。是。那因为经过88风灾，其实我们公部门其实第一个理念是认为要恢复这样的泛舟，其实安全可能会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这算是第1年的目标，先把目标达成。对，我们是认为说安全可能不能被那个，所以我们就整个河道的探勘。既然是湍流，它的危险度会比较高，而且在整治上也确实困难度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一次是选了这一段。这边还要跟各位报告，其实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对于你知道这个河道，只要下一次雨，河道就改变，又改变地貌。对，不管是我们现在挑的这南段，其实上次的雨也是在这个河道又改变，甚至现况都改变，对于泛舟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那不过呢，我们当时挑这一段，最主要是在我们也不敢说是抉择正确，因为至少经过这一次台风跟这一次的雨，我们发现它的改变是有限，也就是说很快的泛舟业者又可以再继续的恢复营运。我想这个是当然也感谢很多人的帮忙啦。谢谢处长先做的说明哈。现在这个老农溪正式复航，它带来了一定的指标性的意义哈。那我问题请教一下，现在要怎么样让外界的人更多人知道说，我们这里不再是观光禁地，我们这里的重灾区也是过去的记忆了，在地一路的坚持走到今天。我们的老农溪复航了，而且安全又好玩，这样的讯息如何再更发挥出去，行销变成重点了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
观光局的副局长，借由我们这个高雄市政府观光局的一个就是高雄旅游网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页的一个宣导哈。那另外我们也特地为了这个泛舟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特地规划了从6月1号开始规划了2条自由行的行程，供我们的民众参考。对，包括那个整个动线啊，包括整个交通的部分都有在这个里面做说明哈。那7月份有个1日行的一个行程，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个勇士们的业者说他们今天很忙因为今天刚好有一团是15个人是对，刚好是今年7月份的第2团。那其实7月6号已经有18人已经到过这边来了，所以大概我们会把它包在整个行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资讯里面，透过不断的一个做一个旅游业，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网页的宣传之外，就是加上记者会的方式来呼吁民众可以夏日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六龟这边来做一个泛舟的活动。是，而且老农西富航对我们高雄市来讲，在推地方的观光很重要的一个梗，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好，谢谢副处长。那这是在官方做的一些宣传文宣的推动，那不晓得民间旅行业者的看法，然后你们把这个行程怎么设计、怎么包装，推出去之后，目前市场上的反应，这游客的回归潮，您的观察是怎么样？我们请教旅游达人。六龟真的是停很久了哈，停很久了。对于我们高雄市今年呢，也创新了一个新的话题哈。以往呢，我在包高雄的时候呢，都是以义大世界那个范围为主，或者是爱河啦、旗津啦。其实我们也很想推六龟这个地方。那接到他们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就赶快包一日游的行程，跟高雄市的饭店业者去做结合。你说泛舟行程？对，那游客呢，先住在市区的饭店，然后呢，隔天可能再拉进来玩泛舟，这是第一步。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做一日游行程，就是直接在高铁啦、火车站，我们会有做那个一日游发车。那我前阵子在6月底的时候呢，就有发过一个人999，就是含那个交通跟含泛舟券。那推的还不错哈，然后他们又加码，变成了在那个高铁一个人好像是700块，更便宜了，对，就是在平日的时候呢，让大家来我们这边。宋小姐说推的不错，那大概绩效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反应。假日听说现在都满嘛，我有些日子都还要排，那是我们呢其实是希望呢平常日也能满。那这方面呢还是要多多推广哦，因为毕竟7年了。那我常常遇到游客的问题就是老农溪那边有泛舟，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那年纪稍长的呢，害怕，因为呢可以玩了吗？对，可以玩了吗？会不会危险？所以呢，要不断的我们跟他做宣导。是，谢谢你。所以我们透过旅游达人的分析，现在市场的现况是，大概客群有2种人，一种比较年轻的可能在风灾之前也还没有来过的人，不晓得这里老农溪跟泛舟是在一起，然后不晓得老农溪、六龟还有我们的宝兰温泉是整块都可以开发的宝地。那第2种人呢，是曾经来过六龟，曾经来过宝来，也尝过泛舟之愉快的人，可是因为风灾，他们的资讯还没有更新，这里还可以来玩吗？所以如果说这2种主要的客群，我们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想象的话，那我们的观光就受限。我想请问一下在地的地方你们怎么看？对于我们的六龟地区，现在泛舟第1年复航，对大家在带动我们整个观光的景气也好，你们希望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每个山庄啦，大家都一直在改变啦，改变的都每一家都真的很漂亮，尤其是道路道路现在的那个客人有时候打电话进来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在营业我说我已经营业差不多4年了啦，4、5年了啦。我们一直都在，其实这样。路阮是比以前更加大条啦，包来就是安尼，每条路拢比以前更加2倍大啦。阮大家人大家人拢足坚持的人入来恁会感觉讲阮的亲切伫倒一搭是，谢谢。谢谢理事长。理事长讲在地的这个业者热情好客，而且早就准备好了。那我再请教一下地方的理事长其实现在大家的资源在，产业在，人力都在，而且我们的设备随着交通的这个整建更完整，也更升级了请问现在要怎么样？你们的想象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复航，可以再把整个知名度打开，甚至不只是六龟、老农溪南段的这个复航，也可以慢慢的把客人拉到整个山区，都是可以玩的。其实我也很希望说，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就是说，客人进来了，
要找什么景点让人家可以走动的方向，这是我一直在跟我们协会理监事跟我们大家业者在讨论的问题。是，好，我就是感觉讲，其实客人进来一定要让他有值得在地方有个拍照的景点、打卡的景点，让他再传输给他的好朋友，知道说宝来有多漂亮的景点。所以我一直是说，像我们真的宝来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步道，叫小关山森林步道。这个步道真的是很漂亮，这是考到林务局方面的那个用地的问题。如果林务局可以方便的配合我们这边在地的业者的那个休闲的感觉，做一个导览解说方式，可以进到小关山林道的时候，那是很漂亮的景点。是，好，是个。你的意见听到了，谢谢。谢谢。那我再开放请教一下乡亲朋友哈，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腾志它目前是可以通到小型车都可以通到它的2集团。到它的腾志森林游乐区的话，只要1.2公里。那在这1.2公里之间，我觉得可以建议说，它是不是可以让游客，这边林务局可以开放观光局或是地方的贸管处这边来做一个步道，或是林务局这边开放来做步道，连贯到这个腾志森林游乐区里面。因为这个森林游乐区里面，据我们有大概去了解到说，里面目前都是保持得非常完好，里面的木栈道都保持非常好。所以我是建议说，林务局这边是不是可以跟地方协调？我们地方协调是可以用步行的方式，等于说去取代中间它目前有一小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道路，用这样子步行的方式走到它的森林游乐区里面去，让开放游客目前可以等于说一开始可能像现在一样记名制的或者是简单登记制的方式，那未来开放觉得顺畅以后，我们就是大量的开放游客来进来腾志森林游乐区里面去参观，然后去里面去爬山，然后这个景点开放，其实像泛舟一样。我们恢复到这一个新的景点，恢复客人就会络绎不绝。是，谢谢你。我补充一下，业者建南他提到的哈，其实，在我们整个六龟地区，它的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可以玩的景点也很多。这一次的老农溪复航把客人先从外地带进来，接着呢，一路上他们都要开始把这些过去消失的景点全部都再找回来，可能可以打开它的大门。我们看到这是整个六龟长条形，看起来像一个直立的香蕉哈。这里是这个老龙溪贯穿中央，然后呢，六龟现在的新的河段泛舟是在这边起始，所以看得到，如果我们从外地把台湾各地甚至到国外的游客拉进来之后，这个宝来山区非常宁静天然的环境，怎么样再可以更深度的玩得更多，把这里知名度打出去？过去的其实很多的活动都可以做，宝来溪它现在也在一种新兴的这个活动叫漂浮，那种北端的泛舟是不是将来有可能再重新做整理复航探勘？那南河的抢通大家也是非常念之在之的哦。那看到森林园区，刚刚理事长提到的小关山林道，还有我们的业者也提到，将来这个腾知啊，在这个宝来这一部分的山区，它过去在日治时代就是京都大学的实验林，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生态自然教育，我们居民可以进入到实地里面去好好享受分多金的一个环境。可是因为风灾关系，现在是封园，这些周边的相关景点能不能可能未来串联起来，可以做得更多？那这个问题就要请教我们的林务局了哈。其实，横知连外道路是20公里，然后最后是在18K 到游乐区是在19K， 就是最后的1里路，全部的路基是坍塌下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委托。其实这个路段我们都一直有我们专业的工程顾问公司在做监测，然后有很多专家学者来看。其实很多民众、乡亲都会想说，那坍掉了就在外面做一道桥过来就可以过了嘛？想象上是这样。对，可是其实工程专家们有来看，其实那个是一直，它这边是一条奔户溪，奔户溪是一直坍的。那从18K 的地方，这粉红色的这一条，就是用那个步道的方式来行走进到我们的游乐区。那这个部分大概是1.2公里，所以是可行的吗？目前还在监测，可是就是说停车空间的问题，所以在这边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的，包括是我们有规划，就是说。前面的那个16.5K 的一个38甲地的公有地的一个停车的位置，这个部分因为它的入口还是有一些私有用地取得的问题，那私有地主目前不同意停车的那个车辆的进入，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在由我们的桃园区公所在跟我们这个地主再来沟通，希望可以早日取得他的通行权。谢谢副处长的说明。那建南其实在地理环境上的考量，还是有一定的地质上的风险。然后还有那最后1里路要修也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公部门提出来回应是说，可能所有的工程会先卡在这一关。那从业者过去在带游客来徜徉山林的这段经验来看，你们觉得有哪些方法是不用动到硬工程，可以现在先做局部的或者比较弹性的处理？你们有过想象吗？我们也是会建议游客到2集团那边，它一个假日市集，它是一个原乡的一个特色，所以客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到那边去走一走。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其实我们在地的特色，我们会用单车去连贯，因为与其要叫客人开车，其实不如让客人来慢活在地的地方，然后借由温泉区里面骑单车，像我们在不老温泉区还有宝来温泉区，目前都有在推单车慢活，让游客的免费的租借单车，由贸管处提供的单车，我们在宝来温泉区这边，还有不老温泉区这边来做一个连贯，或是来周边的旅游这样子。目前用单车方式。谢谢建南提出来的说明哈。那我请教一下贸管处的处长哦。那事实上，自然生态在这几年，尤其是这种慢生活、慢旅游、慢观光的这种价值，在地方上发酵程度很深哈。那对地方来讲，现在除了水的玩法之外，那这个亲近自然山里有一些现在大的点还没有办法完全开放。那有没有设计过一些什么比较不一样、细致的做法，是人可以深度进到社区来玩的呢？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社区，比如说，我们也很感谢地方社区协会，在不管是文创产业，或是餐点，或者是那个纪念品的那个开发。这些部分其实地方真的是不遗余力，而且非常努力。那我们未来其实，在办活动方面，其实我们每年都把，比如说配合温泉的这个冬天，我们把它营造成六龟是一个3层有花。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再来努力。那透过这个相关大型活动的办理，把时间办得拉长，把元素放得更多，把地方的业者能够整合得更好。那这一点，我们希望在所有元素还没恢复之前，我们把地方的整合的工作，不管是那个硬体、软体，我们把它整合好，以备未来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这样子。是，谢谢你，处长。所以其实我们从以上的言论发现到一个重点哈，六龟宝来的观光再出发，或者是甚至是创造再一次的荣景哦。创新服务很重要，从过去旧有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样再找出新的创造的路数，或者新的玩的梗、新的点，可以再新到不同的课程来到这里美丽的山城、美丽的地方。你喺片中动从一个点，你先下看，嗰技术准咧都会探讨讲，一个重新嘅服务，我带有内容系做得持可能嘅。大家过去就转到出面台北嘅讨论现场，你哋下嚟度系部内哦。了解呢，大半了解六轨嘅路拢系重新有反旧嘅体验吼，都系希望呢打开个地面图，重新个本人下地度两片做得搞咧哦。那问题我要先开放请教现场的乡亲朋友哈，这样的一个契机对地方来讲也是期待了很多年。老龙溪的复食带来一线曙光，接下来往后结合更多在地的产业，还有周边邻近的景点，一起做整体的发挥。我请教一下在地业者，我们讲到说，其实在往北段往上走。宝来的山区风景非常的明媚美丽哦，而且它的温泉呢，在全台湾18个温泉区里面来讲，也是鼎鼎有名的哈，响叮当的一个招牌。那现在呢，这个里的温泉，他们又做好了哪些准备？我先请教在地的业者谈一下。我们这些业者，我们都准备好了，但是因为有些一些民众、一些消费者，还是停驻在于以前。好，但是各位也看到了，我们这边真的是风光明媚，而且非常有很多很好的景点。那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说，因为我们老龙溪这边泛舟是在南段这边，所以说在北段这边我们宝来这个地区，那我们这边还是不止老龙溪，还有宝来溪。所以说在宝来溪这边这条溪水也是相当的清澈，所以说在这边也可以来做一个亲子游、玩水、做漂浮的活动。还有其他就是说，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说。在此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以及国内外这些消费者，我们这边的路况相当好，
也非常的安全。嗯哼。但是我们这些业者也相信呢，如果说碰到一些刮风下雨，一定有很多的民众打电话进来说要取消订房，但是这个他们都搞错了，我们这边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教育可能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在跟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大家可以信任、安心，而且现在其实已经完全开放了。先谢谢你啊！我们从业者的话头来谈到哈，如果说观光客现在被吸引进来，在这里泛舟，那再往这个山区北段走呢，大概还有30分钟的这个车程，这30分钟车程无法打破吗？难道宝来这边的亮点没有办法吸引游客突破这30分钟进到里面来吗？透过刚刚我们的画面还有在地乡亲一再挂保证。相信这个信心度是有的，不过呢，怎么样具体做？那在宝来的这个山区、这个社区里面，刚刚我们处长讲到那种人文的内涵，林务局说到，过去一直在地方社区的培力都没有中断过，不会因为风灾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停顿。那这几年来，事实上在复健7年来也整整都在做努力的准备跟充实。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怎么样发挥自己在地的特色，在还没有办法完全仰赖周边的山林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自立自强？因为这款哈北改养品补透。草甸主年前，肯定9成9年的字头，将你落农海嘅插把火后轮台，从完呢换车上。来，第一个动作先把拉链扣起来。也係6季公共協會同寶來飯店業者持牌嘅頭破開通，希望上一週日嚟到寶來。老龍溪是有在泛舟，我們寶來溪這條溪水比老龍溪還清澈，比老龍溪還安全，所以說這邊可以做個戲水的動作，就像漂浮的活動，這個也可以玩水。事實上，莫拉克風災過後，寶來天氣已經恢復到本來的樣嘅嘢。只不過頭擺前鬧嘅本錢太貴，就算係出價，同樣冇乜間認同差嘅。生意比較清淡啦，人潮也沒有。以前跟現在差到了2-3成、3-4成有，大家都還是很怕說這邊的路都還沒通啊。所以有客人常常進來問說：路好了嗎？其實路很早就好了，路差不多在100年那個時候就全部都好了。頭班日下寒天去寶來進溫泉，一天就去告訴男神，再個去寶來協議安補，房租同溫泉業者相互連結，甚過房租天內保7年，寶來每點數數嘅當9月，一直到今年6月又再個有好本人告訴男神呢。前一陣子呢，剛開始說要6月1號要換週的時候，反映的人呢蠻多的啦，都有來在查詢。甚個禮拜房租嘅素材離寶來行去30分鐘，財電業者仲認為對提升地方嘅觀光有限頭。以前的泛舟是對寶來都興發太強，而且對六龜大橋都18羅漢山，然後寶來還有13公里左右的距離嘛，當然影響是有，可是不會很好。莫拉克風災過後，寶來天氣嘅觀光業者唔係離開嘅，就係關門嘅。留下來嘅業者我哋牙機未想辦法面對嘅愛生存，行家希望一擺這個以後告訴你說呢，對地方會有實際嘅幫助，天天嘅潛在頭擺寶來嘅好光景。從影片當中哈，我先要請教地方啦哈。其實寶來這樣一個鄰近的社區哈，一路走來本來就有很多自己在地充分營養的資源。那這幾年來大家建置的怎麼樣？那尤其是我們到底有哪些社區的魅力？除了玩水之外，我們的農特產品，我們的相關的在地的人文特色，也是你們很大的一個賣點，而且是可以帶動大家的。我先請教在地的一些地方鄉親，這位大姐，我們先請秀蘭姐。其實寶來在這幾年哈，大家相當的努力的開發很多的文創的產品，然後也很積極在跟農民合作，把一些水果做成果乾來做行銷。那我們現在也有在推那個一日農夫的那個體驗農夫過去的生活，我們有做那個有做餐的部分，然後帶遊客去採果，然後像芒果套袋的時候，就是請遊客去
去体验套袋的那个过程。所以实际体验对外地客来讲是一个吸引力。请问在地人，你们是怎么样让游客可以在地方留久一点？你们彼此串联业务吗？其实我们有设计很多套的那个套装旅游，让游客住进来以后，就是我们带着他去体验整个宝来、整个六龟的美，然后就是设计好行程让他选择，然后带领他们就这样玩2天认识宝来。好，谢谢你。那我请教一下建南，所以要游玩到2天以上的游程，甚至到3天。那请问像夏天呢？夏天的暑假旺季泛舟最好。那对热乎乎的温泉就没有市场了吗？还是你们怎么样异军突起再去开发那个市场？就是说夏天你来采果来体验吃芒果之外，然后怎么样从泛舟再一路玩到温泉？有想过这样可以把客人留得长一点吗？待会我们也请我们的旅游专家来设计一下这样的行程。好，这边还有个特色，就是冰凉的山泉水。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它大概只有18度、16度这种清凉度，而且它不是像市区那种游泳池需要加氯的，所以客人他来到山区以外，他除了泛舟，他除了刚刚的采果乐，他回到饭店的时候，他可以体验饭店提供的这种山泉水，因为除了温泉是我们特色，山泉水也是我们另外一种特色。那非常放松哈，很放松，它可以借由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温泉，达到他身心灵的放松，然后借由这种蝉鸣鸟叫，然后泡在温泉池里面这种放松。所以我觉得游客其实对他们来讲，我们这边属于一种慢活悠闲的步调，对，所以它跟市区比起来算是热闹，但是我们宝来不老温泉这边，它是给他一种放松，他忘记时间，他来山上泡这个水池里面，真的他忘记了他原本的工作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真正适合让客人来度假放松心情的地方。嘿，是听得好向往哈，谢谢建南。那我请教一下宋小姐，像这种的玩法哈，现在在忙碌高压的紧张生活里面，这样子追求自然的向往变得很重要哈。但是我们看到宝来的山区，因为它的地形真的比较狭长，而且慢慢往山上走，这会是我们在旅游业要包装行程的时候会很难突破的吗？还是其实只要做得够好玩，真的有高品质的时候，游客不管哪里都会去？这几年呢，有两个主题，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宠物，对，宠物旅馆；一个呢就是亲子，也就是说呢，加强各饭店或者这边的设施呢，把它包装成一个主题。既然藤枝还不能去嘛，是，那也离我们这边也很远，那善平那边也很多的限制，对，要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之下，对，前提下我们其实可以强化我们自己哈，就不会说因为呢台风天或什么天，然后又怎么样，客人就会来做取消。那我是觉得说你们刚刚讲的采果也好啦，或者一些体验的行程，这个都可以包装。那我们能做去强化，也就是说宝来除了泛舟温泉跟藤枝之外，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包装。那再来呢，要让游客知道我们这间已经可以复苏可以来玩的，是我们的展览，不管是台北、台中、高雄。我都可以，建议是不是由贸管处出来？因为业者我邀约了很多次，他们好像有比较忙，没有办法过来。那我觉得可以由我们高雄的观光局，因为观光局每去展，可能整个高雄太大了。对，如果能由贸管处针对这边你们这一次想要包装的内容呢，来做那个旅展的推展，那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来。一定会的，所以说你那个点拿到台中、台北去宣传，那个效果不一样，而且是重要的效果，要做的动作。对，因为你中北部的客人现在非常养生，然后又对小朋友也是很照顾，所以他们希望找这样的地点让他们来体验。那您说避暑的话，其实就是以藤枝为主。那我刚刚听一听，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藤枝2集团可以上去，那受限就是大游览车不行。那我又有一个想法，像我最近走那个阿朗伊古道哈，他们就是要申请，你就是让游客来申请，然后我们如果跟在地人一些解说人员去做结合，对，也就是你说的1点多公里那边虽然去不了，我如果有办法把客人送到2集团上去，其实那1点多公里不算长，他们可以走的。谢谢旅游达人的一些观点。那整理出3个观点，分别请教3位台上来宾。第一位，我先请教我们观光局的副局长哈。这个宣传行销太重要。我曾经在德国的柏林中央火车站，都还看到很大篇幅台湾瑞穗五鹤茶区的广告。所以广告打得这么远，
尤其是我们在地的人，当然都知道六龟宝来可以玩，可是台中、台北甚至东台湾的花莲，如果不知道，他们人就不能来玩。请问这个行销方面，刘达人的建议这边做的回应呢？其实重点就是说，这个游程的一个规划要有一些亮点，好，比方刚刚他讲到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让你的游程说故事，好，那你要怎么样去这个包装一个主题的活动，比方说像刚刚我们在讲体验一日农夫，那也许一日农夫的部分大家听久了，可能没有新鲜感了，我们是不是给它换一个名称，叫做产地餐桌？我的意思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想点花俏来对，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包装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会蛮吸引人的，而且那个冷水加温泉的那种双响炮也是不一样的一种包装法哈。是，就像我们刚刚在讲那我们在做的那个梅醋啊哈，你要是跟它赋予它的故事，这支梅花像刚刚我们简处长讲的很好，这个梅花是当初蒋公来种的哦，那可能它的价值就不菲啊。那就是你们怎么样把它形塑我们这个宝来地区、六龟地区的一些人文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亮点跟宣传的一个管道。讲故事有噱头哈，不管是王金平，不管是蒋经国，都曾经来过的这个地方哈，就变成一个重点。那我问题要请教我们林务局的副局长哈。那刚刚宋小姐有提到一个点哈。藤枝是还没有办法进去，在风险管控上是对，但是有一段哈，那事实上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创新的服务、创造性的想法？怎么样透过地方上的导览，那个地方不一定要先有硬工程大马路开过去，不一样的利用，在地的看法又是怎样？我们是希望整体包括接驳的那个服务可以再都一遍做好以后，才会再进一步的动作这样。当然还有一些那紧急救护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包括那个通讯的建制也都需要准备好了以后才可以再。所以我们初步建议还是请我们游客可以先到从2集团到从藤枝花果山，然后宝山2集团当地的一个部落社区可以先进行旅游。是。好，那处长，你听到这样，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跟公部门，比如说林务局跟市政府观光局，其实我们对这一块的开放，我们也是最近我们3个单位也才聚会去谈这个问题，都有横向连结在讨论。那对是有，但是基本上当然有一些法规的一些限制，让我们在推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点困难。不过我想基本上3个单位对于这个问题的开放我觉得我们是目标一致啦，那还是会走向慢慢试营运，然后将来开源再继续走。只是用什么方式，我想我们大家还要在有限的法律那个规定空间下去努力。我们会了解到业者对这一块开放。谢谢，一步一步的做哈，那成绩从今年开始慢慢都一直看到很不断的展现哈。那现在除了公部门的努力之外，地方上怎么样团结凝聚共识，把热情再挖出来，早就准备好迎客了哈。那我们在地的资源把它准备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又动哈，都会打对反复跟内涵。那个来看一记样片。面包出炉喽！这就是我们的窑烤面包，然后它是脆梅口味的。皮豆香米一点点的小嘟嘟嘅油派面包，都係用玻璃材體一模嘅，韓國其他皮用嘅酵母手工做出來嘅。當然數量有限，而且比較食到安心又口甜。用心嘅切割出自家愛嘅肥奶嘅馅呢，再個一粒一粒丟起來，捏出一隻一隻嘅皮嘅。啲亞特別用嘅大紅東西，都會入到super棒美嘅作品，那隻都當貼片。你在外面花錢，就算你真的要去學，你也學不到這些東西。你真的要從這樣子做到能夠用的東西，事實上是要有一些技巧性的，而不是玩玩的那一種。這其實它的學問很深奧。大概等一下夠練我先跟你溝通一下，講我們的工藝師在做生產的時候，這個動態，因為咱強調的是人在這邊營造這樣子的生活，然後他們在這邊學習產出的這些這些產品，全部都是帶有感情的。
用鏡頭來記錄一群蘇婆胞妹無限刺激嘅成影，未看得出來佢哋對部隊有幾層乜嘢感情。啲莫拉嘅風采過後，佢哋唔想講離開，未認真頭把嘅部隊重建協會，讓佢哋始終起來。就算重建會結束嘅，佢哋就繼續流通一下嘅反生育文化共享空間來做事。我想說離開這裡啊，就在這邊，大家一起跟這個老人啊，或是老前輩都在這邊啊，就跟他們在一起啊。它可以變成是一個在地的聚落經濟平台，也可以讓來的遊客有更多元的選擇，然後感受一下這邊的生活或者這邊的生命力。啲亞達貝大項東西都要加本土韓國故，佢哋認證一場風采相互匹敵呢，也佢哋行出嚟嘅。我哋亞達貝同大家嚟到亞嘅年下分享佢哋嘅故，大本大家笑容韓國感通，並感受味道保留嘅菜體文化內涵。其實地圖咧，幾隻六季提起哦，挑過呢減幼一半都係客家人哦，當到係種普一要甲客家鄉親曬過來帶哦。我聽在地鄉親說，其實在20年前，在整個街上都還聽得到客語交流。不過那個出村界年年天天的木樓梯，那個文化還係東風新哦，比如從倆港種。我想請問一下在地的鄉親朋友哈，我們寶來這邊，我們的農特產相當豐富之外，我們的休區現在推動的很有榮景哈。也係一個東從一個觀光嘅點，不過用得做呢，你談一下提豐鄉這個廣泛。所以我們的海拔從500到1300，都是我們竹林休閒農業區裡面，所以它的產物非常豐富。對，1300那邊大約都是一些紅肉梨，或是有一些水蜜桃，還有一些茶園，所以有這麼豐富的物產。對。但是我們因為人比較少了，所以我們就一些都是以加工。一些加工跟寶來這邊社區做一些合作，還有所謂的一日農夫啦，還有我們的散梅。你們怎麼結合呢？在寶來大街上或其他的？現在跟大街上的結合，大約都是以梅子餐為主啦。這個就是大家比較印象比較深刻的，都是以梅子餐。那一些現在有一些芒果也在推一些芒果冰之類的，甚至於一些老梅樹。梅園我們最近也都要整理出來，讓也是在朝觀光這個方面面向在走。我們現在有一個露營區，我們山上有一個露營區，這個都是我們協會現在今年就開始在營運。是。這個慢慢再加入觀光導向這樣呢。是，謝謝農民大哥。所以我發現地方很努力，慢慢的盤點地方的資源，整理起來，然後不斷開發，也重新打亮它的光彩，來做更多的發展。那我也請教一下這位先生，好，秘書。我們要加強的地方，最主要就是我們現在的道路景點，好像我們中正路這個景觀，我們有種了50多棵的那個小花，那個紫薇，有種了，現在還是一直在開了將近2個多月，都非常的漂亮。漂亮。我們把這邊的周邊景點要讓人家知道，那行銷就是最重要，就是還讓遊客最重要要知道，說我們的交通非常的方便那都是。空氣會好，那我們是高雄的後花園，好山好水好空氣也是我們長青組，我們現在長青的人數非常的眾多也希望我們公務部門能推長青來這邊，我們是一個養生，我們盡量朝養生方面，好空氣我們高雄的後花園。真的空氣在這邊非常的好，希望他們來這邊遊玩、登山、健行，這個是最重要。所以寵物、親子還有銀髮族的這個市場，這裡環境很適合來放鬆心情、養老、增進健康。對對對，沒錯寶來、波來、玻璃來。波來玻璃來。我們好山好水好空氣，謝謝。謝謝，很好的口號，我們想到了波來玻璃來來，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那個鄉親，還有要發言的是嗎？那我想說，因為公務部門呢對我們寶來這麼照顧之餘，我們也希望說，因為我們寶來就是靠好山好水，那我覺得說開發跟那個保護我覺得是可以同時做到的。對，同時做到的，就是可以說大家，我們在這個當然希望帶動一些遊客，然後讓大家都知道寶來。
还有不老温泉区的现况，其实我们大家业者都准备好了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说，其实我们的努力，业者的努力，在好山好水这一块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而且在地生活品质一样要顾好哈，谢谢你。是的，谢谢。我请教一下以前观光协会的前理事长，也在后面哈，来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他。其实，在宝来跟六龟这个区块，我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其实我们大家坦白讲。7年前我们都不放弃了，对，没有放弃过希望，我们根本就不会再放弃，因为其实所有刚刚大家所讨论的，我们的马路就是公路的部分，还有我们的观光行销方面，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包含了我们在所有的我们的贸管处，还有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还有我们的辖区，这整个所有的区块，其实大家的向心力都很够。所以我们希望也跟大家所有全国性的，就是国外的朋友，大家都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宝来跟六龟都非常欢迎你们，我们都准备好了，欢迎大家，好，有喊来了。谢谢你，请坐。宝来玻璃来哈，其实这里比以前更好，更值得来玩。那3位公部门也都在节目上承诺了，他们的努力不是从以前到现在而已哦，继续将来到未来还会努力的持续做下去，对吗？3位长官。那最后时间，我也请教我们的宋小姐。那我非常感谢呢，有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哈，让我知道呢，你看呢，我是旅游业者哦，我今天才知道这里有些地方我还不晓得的，所以呢，我回去呢，我待会下午呢就要立即踩线。刚刚说的小关山步道，还有2集团这2个点，因为呢，我有这2个点，我如果有办法把它推出来的话呢，客人才会住嘛。因为放完州之后，有的人就回去啦，一日游没了，那隔天我总要给他一座山来爬一爬。对，那刚刚讲的这2个点呢，我希望我下午呢回去之后呢，踩完马上呢立即作业哈，来帮大家推广这个地方。所以呢，经过今天这个节目的介绍呢，我相信呢，我会回去告诉我们高雄400多家的业者，宝来这个地方真的要来哈，很多游客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再加强告知他们。谢谢你，谢谢。好，以上的出面台费都到部落了安奖的所在都会开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平安快乐，下礼拜再见。